調整拍面啊。歐文 Sir 叫我，唔係歐文 Sir 叫我向多啲上啊。哦，好啊。我可以盡量落多啲船噶啦，因為歐文 Sir 話我啲身高唔夠，所以叫我打高啲。哎呀！咁靚嘅呢個斜角。癲嘅喎你呢球。邊啊？個版面闊咗。個版面收翻入啲。OK。剩翻3個波就。哦。哇！漏網。最後一個波我都攞咗啦，我攞咗最後一個波啦。翻埋去執波。